娘娘，从太皇太后那儿回来之后，您不是已经好些了吗？怎么现在又开始心神不宁了呀？连您最爱吃的榴莲，您都无动于衷。杨玉可能是皇上的人，只是现在还没有证据。啊？那娘娘的计划岂不是皇上早就已经一清二楚了？好在最关键的那一环，只有我和九王知道。说来也好笑，我曾经还有些后悔。我害怕我对齐胜有什么误解，我怕我对他的做法太过残忍。现在看来，我所有的担心全部都是多余的。娘娘，您先别想太多，现在不是还没定论呢吗？是啊，到最后是谁对谁下了毒手，现在还不好说。如今我该担心的人不是他，反而是我自己了。太皇太后驾到！蓬蓬给皇祖母请安。起来吧，皇祖母，快进来坐。今天就不进去了，天天在房子里坐着，人都坐傻了。今天哀家要带着众嫔妃，咱们在院子里活动活动。可不是嘛，嫔妾想皇上想的，整日整夜都睡不着呢。是啊，嫔妾也是。这样也好，我们是应该高兴高兴。鹏鹏，你上次带我做的那个什么一个萝卜一个坑，是萝卜蹲吧？对，咱们今天呀，继续萝卜蹲。红萝卜蹲，红萝卜蹲，红萝卜蹲完，蓝萝卜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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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完，粉萝卜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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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完，黄萝卜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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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完，灰萝卜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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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完，紫萝卜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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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完，绿萝卜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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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完，红萝卜蹲。哦，红萝卜蹲，红萝卜蹲，红萝卜蹲完，蓝萝卜蹲。娘娘，到您了。哦，蓝萝卜蹲，蓝萝卜蹲，蓝萝卜蹲完，蓝萝卜蹲。怎么回事啊？他怎么这样子啊？好笑哎！啊，蓝萝卜蹲，蓝萝卜蹲，蓝萝卜蹲完，蓝萝卜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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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完，蓝萝卜蹲，蓝萝卜蹲。鹏鹏，你总让自己蹲，这多没劲啊！是啊，是没意思啊！我是怕累着大家。哀家看你心不在焉的，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？没有，哪有什么心事啊？没有没有，来，再来再来，继续继续。蓝萝卜蹲，蓝萝卜蹲，蓝萝卜蹲完，粉萝卜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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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完，红萝卜蹲。红萝卜蹲，红萝卜蹲，红萝卜蹲完，蓝萝卜蹲。哦，蓝萝卜蹲，蓝萝卜蹲，蓝萝卜蹲完，蓝萝卜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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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蓝萝卜蹲，蓝萝卜他怎么了呀？不知道。蓝萝卜蹲，蓝萝卜蹲，蓝萝卜蹲，蓝萝卜蹲完，蓝萝卜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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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完，蓝萝卜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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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难道游戏规则改了吗？不知道哎，那跟他蹲嘛。蹲吧蹲。蓝萝卜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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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蓝
可是北漠传来的急报，原平西侯杨毅亲率10万大军，沿边关一线向西穿西湖草原，潜入北漠境内，又回旋深入北漠腹地。杨将军趁北漠军不备，连下几座重镇，已攻到了北漠都城上京之南，不足100里处。至此，出战告捷，太好了！皇上真是英明神武呀！娘娘，皇上又回来了！太好了！怎么样，张太医？并无大碍，只是娘娘身体虚弱，臣回去开一副药，调理一下便可。既然并无大碍，那就请你不要张扬了，免得太皇太后和皇后担心。你觉得对吗，张太医？是，娘娘。我的身体劳您费心了，改日一定重谢。娘娘好生休养，臣告退了。我这是犯了心病，是因为思虑皇上过度才会晕倒的。哎呀，你呀，一定是嗑瓜子嗑上火了啦！哎，少嗑一点瓜子就没事了啦。没想到我爹真的去给齐胜领兵了。现在看来，当初的御史案，齐胜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。你爹是义军的主帅，周围围了那么多的人，他在云溪打仗，怎么就能越过齐胜那么多的眼线，千里潜回圣都，在福云寺与我相见呢？现在想想，疑点确实很多。我们是有多傻呀？啊，我们几个人每天凑在一起，要演什么节目，齐胜他早就一清二楚。啊，在他的眼中啊，我们不过就是跳梁小丑。女神姐姐，现在这条船上就只剩下咱俩了，你又比我聪明，你给说说怎么办吧？我哪知道怎么办啊？要不这样吧，咱们两个跑吧。姐姐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有心情耍我？我没耍你，真的。咱俩趁这个时候跑了，我带着齐浩和绿篱，这样一来，你又多了个媳妇儿，让绿篱给你当小妾，还白捡一儿子，多划算。姐姐，这灵儿她能答应吗？姐姐，你又拿我开玩笑。哎呀，我这不也是苦中作乐吗？你没听说啊？
人在最危急的时候都是破罐子破摔。唉，现在连你也没有办法了。哎呀，什么办法不办法呀？现在的当务之急，就是让九王把调出去的死尸给撤回来。就怕他现在已经动手了，那样的话，恐怕就凶多吉少了。那我连夜启程去通知九哥。黄祖母，你这么着急把我叫过来，是不是又有什么消息了？啊！北边传来密奏，皇上遇刺了，刺客兵刃淬毒。哎，鹏鹏，鹏鹏！皇上他还活着吗？没有伤到要害，只是毒性极强。皇上现在已经昏迷了。咱们治出解药了吗？圣儿虽然中毒，可脑子还算清醒。兵器早已送回圣都，解药今早已经制出。可是要把解药送到皇上那里，至少需要10余日。也就是说，即使把解药送过去，也不一定派得上用场。好孩子，你要坚强一些。圣儿还在等你呢。这是圣儿让我给你的信。我去。